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子靈星語 channel， 又係我 Steven 啊。咁今集繼續唔係學命理系列紫微斗數篇，喺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如何喺紫微斗數命盤中開局。咁今集就會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個好重要嘅環節，就係安命身二宮同埋12人事宮位。而喺紫微斗數入邊，命身二宮同埋12人事宮位其實都好重要嘅，佢可以話係你人生嘅劇本如何運走，本體同外在因素嘅互相影響。咁呢一啲都會喺遲啲嘅集數呢同大家一一分享嘅。咁今集就繼續講翻如何定呢啲宮位先。要安12人事宮位，首先要揾到命身二宮嘅位置，而安命身二宮嘅方法呢，其實都好簡單。我哋只需要兩種材料，就係你嘅出生農曆月份同埋你嘅出生時辰啊。再按照以下方法，首先喺人宮呢個宮位起正月，即係農曆1月啊。再順時針按每個宮位代表1個月咁計算，順數你嘅出生月份。當停留嗰個宮位呢，就已經完成第一個步驟噶啦。就好似圖中主角呢個例子，佢嘅農曆出生月份係6月，咁我哋由人宮開始數起，順數到6月呢，就會發現停留嘅宮位呢，就係未宮啦。咁當然正如頭先講過，呢個只係完成第一個步驟，而第二個步驟呢，就需要喺呢個宮位開始數你嘅出生時辰。冇錯，喺呢個時候就需要用到你另外一個材料出生時辰啦。之後就需要喺呢個宮位按以下嘅方法逆時針方向數你嘅出生時辰，就會揾到命宮所坐落嘅位置。而順時針方向數你嘅出生時辰呢，就會揾到申宮嘅位置噶啦。好啦，正如圖中主角所顯示，佢嘅出生時辰如果係人時嘅話呢，就由未宮開始數，逆時針方向開始數佢嘅出生時辰，就會發現命宮所坐落嘅位置呢，就會係子宮啦。而申宮就由未宮開始數出生時辰，就會發現申宮就係坐落喺酉宮啦。咁當揾到命宮之後，就可以安埋其餘嗰11個人事宮位噶啦。咁安布嘅方法呢，其實都好簡單，我哋只需要按住以下嘅圖表順數或者逆數。咁當然啦，好似我咁，我就中意用逆數啦。由命宮開始，逆數下一個宮位就係兄弟宮，之後係夫妻宮、子女宮、財帛宮、疾厄宮、遷移宮、勞僕宮、官祿宮、田宅宮、福德宮，仲有父母宮。喺呢個時候就會發現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就係申宮會喺呢12個人事宮位裏邊依附住其中一個嘅。咁當然同申宮嘅解讀同埋特性係有啲關係啦，但係呢一樣我會留翻喺以後嘅集數同大家一一探討嘅。下一集我將會同大家分享如何喺紫微斗數中定五行立音命局，大家可以 click 入以下連結聯絡本人，獲取紫微斗數精美簡易筆記一份，或者可以聯絡本人去獲取更多有用同實用嘅玄學資訊，例如來年生肖小運程、家居風水小貼士。今集就嚟到呢一度，如果大家覺得我條片有用，都係嗰一句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 即係 CLS 我嘅 channel。另外就係撳個叮叮鐘，咁就會收到我 channel 最新資訊噶啦嘛。而最後嘅就係覺得我條片有用，幫忙 share 俾啲朋友支持一下啦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